反叛超型，感情複雜，男女通殺啊！何家淑女戀事多，不過講到感情生活最複雜嘅，應該都係超型啦。15歲嗰陣同同性密友 Jessie 關係曖昧，仲叫對方做老公，咁搞到俾阿四太送咗去英國讀書咯。07年同佢拍拖，賭王都見過噶啦，但都係得3個月貨仔。好啦，後嚟終於有個拍得長噶啦，行咗3年，去到談婚論嫁階段，可惜上年6月都係散咗啊。之後超型又回復本性，上年開始同林愛兒打得火熱，仲將對方私有化添。不過自從3月超型迷完同記之後，有傳佢哋關係決裂，各自各精彩。林愛兒被影到喺路攬拖女，超型都被指翻撻傳過緋聞嘅孔樂勤。但前晚超型同愛兒又突然間齊齊夜蒲啊！唉，來來去去，男男女女，離離合合，散散聚聚，好難捉摸啊！蔡少芬已經揾到年輕肌膚嘅秘密，你呢 ？Swiss Reborn 瑞斯萊芳魔法能量水，一樽鎖住5大美肌能量，卓越獨家發售。